六艺之文，乐以和神人之表也。诗以正言易之，用也。礼以明体，明者着见，故无训也。书以广听之，知数也。春秋以断事，性之福也。武者盖五常之道，相虚而备而易谓之源。故曰义不可见，则乾坤或己。乎喜以言与天地为终始也。至于武学，是有变改，有五行之更用事焉。古之学者耕且养，3年而通一艺，存其大体，完。今文而已，是故用日少而去得多，30而无精力也。后世经传，既以乖离博学者，又不思多文缺遗之意，而务遂意逃难辩辞，巧说破坏形体，说5字之文，至于2-3万言。后晋民以持竹，故幼童而守一艺，白首而后能言。安其所习，回所不见，终矣。自闭，此学者之大患也。序6艺为9种，晏子8篇。云因是平仲，相齐景公。孔子称善与人。交有列传，子嗣23篇。云集孔子孙为鲁庙公。诗曾子18篇。云参孔子弟子。七雕子13篇。孔子弟子七雕起后。密子16篇。名不齐字子建孔子弟子。景子3篇。说密子与四其弟子。世子21篇。名硕成人也70子之弟子。魏文侯6篇。李克7篇。下弟子为魏文侯相。PG 447。公孔尼子28篇。70子之弟子。孟子11篇。名科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。孙卿子33篇。名况赵人为其稷下祭酒有列传。名子18篇。名因其人70子之后。内业15篇。不知作书者。周史6韬6篇。会乡之间，或曰显王时，或曰孔子。问焉。周正6篇。周史法度正教。周法9篇。法天地立百官。河间周志18篇。四河间献王所述也。蓝言10篇。不知作者成人君法度。公义4篇。不知作者论功的事。明月1篇。中牟人为周威王师。王孙子1篇。亦曰巧心。公孙固1篇。18章齐闵王失国，问之，故因未臣。古今成败也。李氏春秋2篇。杨子4篇。百章。故秦博士。董子1篇。名无心南墨子。四子1篇。徐子42篇。宋外黄人。鲁仲连子14篇。有列传。平原君7篇。朱建也。于是春秋15篇。于清也。高祖传闻13篇。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赵策也。陆贾23篇。PG 448。刘敬3篇。孝文传11篇。文帝所称及赵策。贾山8篇。太常了侯孔藏10篇。复据高祖时以功臣封臧4爵。贾谊58篇。河间献王对上下3雍公3篇。董仲舒123篇。宽9篇。公孙弘10篇。中军8篇。吴秋寿王6篇。余秋说1篇。南孙卿也。庄助4篇。陈鹏4篇。勾顿冗从李不昌8篇。宣帝实述言事。儒家言18篇。不知作者。桓宽言铁论60篇。刘向所序67篇。新序说苑是说列女传颂图也。杨雄所序38篇。太学19。法言13。乐4。真2。又入53家836篇。入杨雄一家38篇。儒家者刘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。尤闻于6经之中，刘毅于仁义之际，祖述尧舜献章文武。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，于道最位高。
孔子曰：如有所欲，其有所事。唐虞之龙，因周之盛，仲尼之业，以示之效者也。然或者既失经纬，而辟者又随时抑扬，为离道本，苟以华。PG 449。仲取宠，后经循之，是以五经乖兮，儒学尽衰，此譬汝之。涣一营51篇，康襄太公230篇。吕望为周师上父，本有道者，或有进士，又以为太公数者所增加也。谋81篇，言70，一篇，兵85篇，辛甲29篇，纣臣75见而去，周封之。玉子22篇，明雄为周师，自文王以下问焉周，封为楚祖。管字86篇，明夷吾相齐桓公，九合诸侯不已。兵车也。有列传，老子临氏经传4篇，信礼明耳临氏传奇学。老子赋是经说37篇，述老子学。老子徐氏经说6篇。自少记临淮人传老子。刘向说老子4篇，文字9篇。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。四依托者也。渊子13篇，名渊，楚人，老子弟子。关尹子9篇，民喜为官吏，老子过关，喜去吏而从之。庄子52篇，明周，宋人。列子8篇，名与寇，先庄子，庄子称之。老成子18篇，长卢子9篇，楚人。王嫡子1篇，公子谋4篇，谓之公子也。先庄子，庄子称之。田子25篇，名田，其人，游稷下，号天口田。PG 450。老来子16篇，楚人，与野子同时。前楼子4篇，其隐士，守道不屈，威王下之。公孙子2篇，何冠子1篇，楚人，居深山，以何为冠。周训14篇。黄帝4经4篇，黄帝名6篇，黄帝君臣10篇，其六国也与老子相似也。杂黄帝58篇，六国时贤者所作。立木22篇，六国时所作托之立木。立木，黄帝乡。存子16篇，六国时。节子2篇，齐人，武帝时。说曹与2篇，楚人，武帝时说于齐王。郎中殷齐12篇，武帝时。陈君子2篇，蜀人。正长者1篇，六国时。先韩子，韩子称之。楚子3篇，道家言2篇，进士不知作者。又道37家993篇，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，立即成败存亡，祸福古今之道。然后之秉要之本，轻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难面之术也。何于尧之克壤，义之贤，1千而4义，此其所长也。即放者谓之，则欲绝去理学，兼弃仁义，曰独任清虚，可以谓治。宋司辛子为3篇，景公之始。公仇生中史14篇，传邹氏史中书。公孙发22篇，六国时。邹子49篇，名衍，其人，为燕昭王师，居稷下。PG 451。号谈天衍。邹子中史56篇，程丘子5篇，六国时。杜文公5篇，六国时。黄帝开肃20篇，六国时。韩诸公子所作。南宫31篇，六国时。荣成子14篇，张苍16篇，丞相北平侯。邹氏子12篇，其人。号曰雕龙氏。闾丘子13篇，名快，为人，在南宫前。冯簇13篇，郑人。姜巨子5篇，六国时。先南宫，南宫称之。武曹官至5篇，汉至4甲乙所调。周国11篇，其人，六国时。魏侯官12篇，
进士不知作者。余尝天下忠臣9篇。平阴人进士。公孙浑邪时5篇。平曲侯。杂阴阳38篇。不知作者。又阴阳21家369篇。阴阳家者流，盖出于西河之官，敬顺昊天，立向日月星辰。敬受民时，此其所长也。及居者谓之，则迁于禁忌，迷于小数。舍人事而任鬼神。李子32篇。明窥相魏文侯复国强兵。商君29篇。名鞅姬姓魏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。申子6篇。民不害荆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部。感清韩。PG 454。处子9篇。慎子42篇。明道先生韩申。韩称之。韩子55篇。明妃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。游弟子1篇。晁错31篇。晏时是10篇。不知作者。法家言2篇。不知作者。右法十家217篇。法家者流，盖出于礼官。信赏必罚，以辅礼制。亦曰：先王以民罚赤法，此其所长也。及克者谓之，则无教化。去仁爱，专任刑法而欲以治治，至于残害至亲，伤恩薄厚。更析2篇。郑人于子产病时，引文子1篇，说其宣王。先公孙龙。公孙龙子14篇。赵人。成公生5篇。与黄公等同时。惠子1篇。名师与庄子并时。黄公4篇。名次为秦博士作歌诗，在秦时歌诗中。毛公9篇。赵人与公孙龙等并由平原君赵胜家。又名七家36篇。名家者流，盖出于礼官。古者名谓不同，礼义艺术。孔子曰：必也正名乎？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此其所长也。及教者谓之，则苟勾孤甚稀乱而已。隐逸2篇。周臣在成康时也。田求子3篇。先韩子。国子1篇。隋朝子6篇。莫迪弟子。PG 453。胡妃子3篇。莫迪弟子。墨子71篇。民宅魏宋大夫在孔子后。又墨6家86篇。墨家者流，盖出于清庙之首。茅屋彩船是以贵简。养3。老五更是以兼爱。选士大赦是以上贤。宗嗣严父是以右轨。顺嗣时而行是以非命。以孝事天下是以上同。此其所长也。及弊者谓之，见解之力，应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。苏子31篇。民秦有列传。张子10篇。民夷有列传。行元2篇。魏彦江。缺子1篇。国士子17篇。秦陵陵令信1篇。南秦乡李斯。怀子5篇。明通。邹阳7篇。主父偃28篇。徐氏1篇。庄安1篇。代赵金马辽仓3篇。赵人武帝时。又从衡12家107篇。从衡家者流，盖出于行人之官。孔子曰：宋诗300。始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一奚以为。又曰：使乎，使乎！言其当权是质疑，受命而不受辞。此其所长也。及邪人谓之，则上诈宣而记其性。孔甲盘于26篇。皇帝之事，或曰下帝孔甲4阶。非大禹37篇。传言于所作，其文似后世语。伍子胥8篇。明元春秋时魏吴将，终执欲产死。PG 454。子晚子35篇。其人好义兵与司马法相似。游于3篇。
戎人秦穆公聘以为大夫。魏辽29篇，六国时，狮子20篇，名角鲁人秦襄商君师之。鞅死角，陶入蜀。吕氏春秋26篇，秦襄吕不韦及智略士作。淮南内21篇，王安。淮南外33篇，东方朔20篇，国相先生1篇，荆轲论5篇。轲为燕赐秦王不成而死，司马相如等。论之，伍子1篇，公孙拟1篇，博士陈贤对1篇。汉室南韩子商君，陈说3篇。武帝时作赋，节子部书35篇，推杂书87篇，杂家言1篇。王勃不知作者，又杂20家403篇。入兵法，杂家者流，盖出于一官。兼儒墨和明法之国体之，由此见王治之无不贯，此其所长也。及当者谓之，则慢现耳，无所归心。神农20篇，六国时诸子及时代于农业，到耕农事。托之神农，也老17篇，六国时在其楚间。宰事17篇，不知何事。PG 455。董安国16篇，汉代内史不知何第时。尹都尉14篇，不知何事。赵氏5篇，不知何事。四圣之18篇，成帝时为一郎。王氏6篇，不知何事。蔡轨1篇，宣帝时以言便宜至弘农太守。又农9家114篇。农家者流，盖出于农技之官。郭白骨劝耕桑以足衣食，故八正一曰食，二曰惑。孔子曰：所种民食，此其所长也。及彼者谓之，以为无所事圣王，欲使君臣并耕，备上下之序。伊尹说27篇，其余浅薄，似依托也。玉子说19篇，后世所加。周考76篇，考周氏也。清史子57篇，古史官记事也。诗况6篇，见春秋，其言浅薄，本与此同，似因。托之。穆成子11篇，称尧问非古语。宋子18篇，孙卿道宋子其炎黄老易。天乙3篇，天乙未汤，其也非因时皆依托也。黄帝说40篇，於旦依托。封禅方说18篇。武帝时，代赵臣饶心术25篇。武帝时，代赵臣安成未央术1篇。陈寿周记7篇。相国与人，宣帝时，于出周说943篇。河南人，武帝时以方士侍郎，号黄车使者，百家139卷。又小说15家1380篇。PG 456。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拜官，皆谈项羽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：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。至元孔尼，是以君子。夫谓也，然亦弗灭也。闾里小智者之所及，亦使坠而不忘。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除饶狂夫之意也。凡诸子189家4324篇。出促局1家215篇。诸子10家，其可观者9家而已。皆起于王道，即为诸侯立。正时君事主，好恶书方，是以9家之术风出并作，各引一端。从其所善，以此持说，取合诸侯。其言虽殊，辟由水火相灭，亦相生也。人之与义，敬之与和，相反而皆相成也。亦曰：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。今一家者各推所长，穷知就律，以明其旨，虽有弊短，何其要归，亦六经之之语。刘毅使其人遭明王圣主，得其所折中，皆古公之才矣。仲尼有言：礼失而求诸也。方今去圣久远，道术缺废，无所更。
所比酒家者，不犹豫于也乎？若能修6艺之术，而观此酒家之言，舍短取长，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。屈原赋25篇，楚怀王大夫有列传。唐乐赋4篇，楚人。宋玉赋16篇，楚人与唐乐并时，在屈原后也。赵幽王赋1篇，庄夫子赋24篇，名记无人。贾谊赋7篇，梅城赋9篇，司马相如赋29篇，淮南王赋82篇，淮南王群臣赋44篇，太常了侯孔臧赋20篇，阳丘侯刘演赋19篇。PG 457，吴丘寿王赋15篇，蔡甲赋1篇，上所自造赋2篇，宽赋2篇，光禄大夫张子乔赋3篇，与王褒同时也。阳城侯刘德赋9篇，刘向赋33篇，王褒赋16篇，又赋20家361篇，陆贾赋3篇，梅高赋120篇，朱建赋2篇，常侍郎庄聪新奇赋11篇，梅高同时。严著赋35篇，朱买臣赋3篇，宋正刘辟强赋8篇，司马迁赋8篇，郎中陈殷奇赋10篇，陈说赋9篇，陈吴赋18篇，辽东太守苏纪赋1篇，萧望之赋4篇，河内太守徐明赋3篇。字长君，东海人，原城势力5郡。太守有能名。北市黄门侍郎李袭赋9篇，淮阳县王赋2篇，杨雄赋12篇。PG 458，代赵逢商赋9篇，国士弟子杜参赋2篇，车郎张丰赋3篇，张子乔子，骠骑将军朱宇赋3篇，又赋21家274篇，入杨雄入篇，孙卿赋10篇，秦时杂赋9篇，李斯孝景皇帝颂15篇，广川惠王乐赋5篇，长沙王群臣赋3篇，魏内史赋2篇，东夷令延年赋7篇，魏氏令李忠赋2篇，张衍赋2篇，贾充赋4篇，张仁赋6篇，秦冲赋2篇，李不昌赋2篇，侍郎谢多赋10篇，平阳公主舍人周长如赋2篇，洛阳齐华赋9篇，崔弘赋1篇，别许阳赋5篇，陈昌士赋6篇，陈毅赋2篇，黄门书者驾驶王商赋13篇，侍中徐国赋4篇，黄门书者王广、吕家赋5篇，汉中都尉丞华龙赋2篇，左冯翊史陆公赋8篇，右赋25家136篇，客主赋18篇。PG 459，杂行山集宋德赋24篇，杂四夷集兵赋20篇，杂中贤诗义赋12篇，杂思慕悲哀死赋16篇，杂古琴剑戏赋13篇，杂山林水炮云气与汉赋16篇，杂禽兽六畜昆虫赋18篇，杂器械草木赋33篇，大杂赋34篇，城乡杂词11篇，引书18篇，右杂赋12家233篇，高祖歌诗2篇，汉以杂甘泉寿宫歌诗14篇，宗庙歌诗5篇，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14篇，出行巡狩及游歌诗10篇，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4篇，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3篇，赵次中山靖王子会稽孺子窃兵未央才人歌诗4篇，吴楚汝南歌诗15篇，燕代欧雁门云中陇西歌诗9篇，邯郸河间歌诗4篇，齐镇歌诗4篇，淮南歌诗4篇，左冯翊琴歌诗3篇，京兆尹秦歌诗5篇。PG 460，河东蒲反歌诗1篇，黄门唱车中等歌诗15篇，杂个有主名歌诗10篇，
杂歌诗9篇，洛阳歌诗4篇，河南州歌诗7篇，河南州歌声曲折7篇，周谣歌诗75篇，周谣歌诗声曲折75篇，诸神歌诗3篇，宋银铃颂歌诗3篇，周歌诗2篇，南郡歌诗5篇，右歌诗28家314篇，凡诗赋106家1318篇，入杨雄8篇。传曰：不歌而颂谓之赋，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。言感物造端而才之深美，可与图示，故可以位列大夫也。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为言相感，当揖让之时，必称师矣。欲其志，盖以别贤不肖而官盛衰焉。故孔子曰：不学诗，无以言也。春秋之后，周道尽坏，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，学诗之事亦在不一，而贤人诗志之赋作矣。大如孙钦及楚臣，屈原离禅忧国，皆作赋以风，鲜有策引古诗之意。其后宋玉、杭乐、汉兴、梅城、司马相如、夏及杨子云，尽为齿力弘演之。此梅其风韵之意。是以杨子悔之，曰：诗人之赋立以则，词人之赋立以淫。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，则贾谊登堂，相如入。是以如其不用何？自效武力乐府而采歌谣，于是有待召之。欧秦楚之风，皆感于哀乐，原氏而发，亦可以观风俗之薄。后云：去诗赋为5种。吴孙子兵法82篇，图9卷 ，pg 461。其孙子89篇，图4卷。公孙鞅27篇，吴起48篇，有列传。范蠡2篇，越王具见臣也。大夫种2篇，于范蠡具是具见。李子10篇，坠1篇，兵春秋1篇，行元3篇，梁1篇。广武军1篇，李左车、韩信3篇，右兵权谋13家259篇，省伊尹、太公、管子、孙卿子、何冠子、苏子、蒯通、陆贾、淮南王259种，除司马法入里也。权谋者，以正守国，以其用兵，先计而后战，兼行事包。阴阳用技巧者也。楚兵法7篇。图4卷，诗有2篇，见旅行。孙整5篇，图2卷，游谑2篇，王孙16篇，图5卷，魏辽31篇，魏公子21篇，图10卷，明无忌有列传。景子13篇，李良3篇，丁子1篇，项王1篇，民集。右兵行事11家92篇。图18卷 ，pg 462。行事者，雷动风举，后发而先至，离合背相，变化无常，以轻疾制敌者也。太乙兵法1篇，天翼兵法35篇，神农兵法1篇，黄帝16篇，图3卷，风胡5篇，黄帝臣依托也。封后13篇，图2卷。黄帝臣依托也。立木15篇，黄帝臣依托也。甲野子1篇，图1卷。鬼容区3篇，图1卷。黄帝臣依托。必典6篇，孟子1篇，东赋31篇，诗况8篇，晋平功臣，长虹15篇，周史，别程子望君器6篇，图3卷。辟兵威胜方70篇，又阴阳16家249篇，图10卷。阴阳者，顺时而发，推行的随斗吉，因武圣驾鬼神而未著者也。豹子兵法10篇，图1卷。伍子胥10篇，图1卷。公胜子5篇，苗子5篇，图1卷。冯门射法2篇，殷通成射法11篇。李将军射法3篇 ，pg 463。卫士射法6篇，
强弩将军王维设法5卷，望远连弩设法句15篇，护军设侍王贺设书5篇，胡居子义法4篇，剑道38篇，手帛6篇，杂家兵法57篇，蹴鞠25篇，右兵技巧13家199篇，省墨子重入蹴鞠也。技巧者，习手足，便器械，击机关，以立攻守之胜者也。凡兵书53家790篇，图43卷，省10家200。气使1篇重，入蹴鞠1家25篇，出司马法150。5篇入礼也。兵家者，盖出古司马之职，王冠之5倍也。洪范八正，八曰师。孔子曰：为国者足10足兵，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民兵之众也。亦曰：古者贤木为胡，言木为使胡。使之利，以威天下，其用上矣。后使要经未任，哥格为甲，器械甚备。夏及汤武受命，以师克乱而济百姓，动之以仁义，行之以礼让，司马法是其一事也。自春秋至于战国初期，设伏变诈之兵并作。汉兴、张良、韩信续赐兵法，凡180。2家山取要用，定者35家。诸吕用事而盗取之。武帝时，军正阳蒲郡职1邑，既奏兵录，犹未能备。至于孝成，命任弘。论赐兵书为4种：汉义杂子兴28卷，武残杂变兴21卷 ，PG 464。黄帝杂子气33篇，常从日月星气21卷，皇宫杂子星22卷，淮南杂子星19卷，汉义杂子云雨34卷，国章官倪云雨34卷，汉皆6服1卷。经度玉衡汉五星客流出入8篇，汉五星会客形式战宴8卷，汉日旁气形式战宴3卷。汉流星形式战宴8卷，汉日旁气形战宴13卷，汉日时月晕杂变形式战宴13卷，海中星战宴12卷，海中五星金杂事22卷，海中五星顺逆28卷，海中28宿国分28卷，海中28宿辰分28卷，海中日月会红杂战18卷，图书秘记17篇。又天文21家445卷，天文者续28宿故五星日月以记吉凶之象圣王，所以参政也。亦曰关乎天文，以察时变。然星事凶悍，非战密者弗能有也。夫观景以潜行，非明王亦不能弗听也。以不能游之臣，见不能听之王，此所以两有患也。黄帝5家历33卷，颛顼历21卷，颛顼五星历14卷 ，PG 465。日月宿历13卷，夏殷周鲁历14卷，天历大历18卷，汉元殷周牒历17卷，耿昌月行博图232卷，耿昌月行度2卷，传州五星行度39卷，律历数法3卷。自古五星宿记30卷，太岁谋日晷29卷，帝王诸侯世谱20卷，古来帝王年谱5卷，日晷书34卷，许商算术26卷，度中算术16卷，又历谱18家606卷。历谱者，序40之位，正分治之节，会日月五星之辰矣。考寒暑杀生之时。故圣王必正历数，以定3统服色之制，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，凶恶之患，吉龙之喜，其数皆出焉。此圣人之命之术也，非天下之至才，其属与焉。道之乱也，患出于小人而强欲之天道者，坏大以为小，消远以为近，是以道术破，遂而难之也。汉以阴阳23卷，黄帝阴阳25卷，
黄帝诸子论阴阳25卷，诸王子论阴阳25卷，太原阴阳26卷，三点阴阳谈论27卷，神农大幽五行27卷 ，PG 466，四时五行经26卷，蒙子驴招25卷，阴阳五行时令19卷，堪舆经匮14卷，戊成子灾异印14卷，12点灾异印12卷，中律灾异26卷，中律从陈日苑23卷，中律消息29卷，黄中7卷，天一6卷，太一29卷，行德7卷，风谷六甲24卷，风后孤虚20卷，六合随典25卷，转位12神25卷，县门事法20卷，县门事20卷，文解六甲18卷，文解28秀28卷，五阴齐海用兵23卷，五阴齐海行的21卷，五阴定名15卷，又五行31加652卷，五行者五常之行气也。书云出一曰五行，四二曰修用五事，言尽用五事以顺五行也。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，五行之变作，皆出于律例之数而分为一者。PG 467也。其法一其五的终始，推其极则无不至，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，尽以相乱。归书52卷，下归26卷，南归书28卷，巨归36卷，杂归16卷，诗书28卷，周易38卷，周易明堂26卷，周易随趋社逆50卷，大士演义28卷，大次杂义30卷，蜀序补黄25卷，于林清义吉凶23卷，任良义其71卷，易卦8句，又诗归15家401卷。诗归者，圣人之所用也。书曰：女则有大仪，谋吉，或是。亦曰：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门，门者莫善。于诗归，是故君子将有位也，将有行也，问焉而以言其寿命也如象，无有远近幽深，遂知来物。非天下之至今，其孰能与于此？及至衰世，解于其界，而楼凡薄世，神明不应。故事独不告，亦以为纪；微宴不告，是以为次。黄帝长柳战梦11卷，甘德长柳战梦20卷，武敬相依气14卷 ，PG 468，替耳鸣杂战16卷，真祥变怪21卷，人鬼精物6处变怪21卷，变怪告救13卷，直不祥和鬼物8卷，请观除妖降19卷，禳四天文18卷，请导致符19卷，请余之语26卷，太乙杂子后岁22卷，子干杂子后岁26卷，无法基主宝藏23卷，神农教田乡土耕种14卷，昭明子调种生于鳖8卷，种树脏果香残13卷，又杂战18家313卷，杂战者即百世之象，后善恶之争。亦曰战士之来，众战非一，而梦未大，故周有其观。而师载熊皮毁，蛇重于赵于之梦，者明大人之战，以考吉凶，盖参博士。春秋之说妖也，曰人之所忌，其气言以取之，妖由人心也。人失常则妖心，人无信焉，妖不自作。故曰得胜不祥，异焰不会，桑谷共生，大物以兴。构置登顶，五丁未宗。然或者不击诸公，而祭妖之剑，是以师赐赵比故老训之。战梦伤其舍本而忧畏，不能胜凶救也。山海经13篇，国朝7卷，公宅地形20卷，乡人24卷 ，PG 469，乡宝剑刀20卷，
乡6处38卷，又刑法6加122卷。刑法者，大举九州之事以立成郭氏舍刑，人及6处古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，以求其生气贵贱吉凶。由律有长短而各争，其生非有鬼神数自然也。然形与气象首尾，亦有其形而无其气，有其气而无其形，此今为之独异也。凡数190家，2528卷。数者，皆明唐熙和史伯之职也。史官之废久矣，其书记不能据，虽有其书而无其人。亦曰：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春秋时卢有子慎，郑有毕造，晋有卜衍，宋有子维。6. 国时楚有干公，魏有时申夫，汉有唐兜，数得粗粗，盖有婴儿。成易无婴儿成难，故因旧书以叙述数为6种。黄帝内经18卷，外经37卷，扁鹊内经9卷，外经12卷，白氏内经38卷，外经36卷，行篇25卷，又一经7家216卷。一经者，元人写经络骨髓阴阳表里，以其百病之本死生之分，而用杜真实汤火所施，调百药其和之所宜，治其之德。由磁石取铁，以物相使。浊者失礼，以欲畏惧，以生畏死。五藏六腑必12病方30卷，五藏六腑善16病方40卷，五藏六腑必12病方40卷。PG 470，风寒热16病方26卷。太史皇帝扁鹊于腑方23卷，五藏伤中11病方31卷，克己五藏狂癫病方17卷，经创纵记方30卷，妇人婴儿方19卷，汤易经法32卷，神农皇帝时进7卷，又经方11家274卷。经方者，本草时之寒温，量疾病之浅深，价药味之滋阴，气感之宜，变五苦六辛，治水火之奇，以通必解结，反之于平。即失其宜者，以热易热，以寒增寒，精气内伤，不见于外，是所读失也。故谚曰：有病不治，常得中医。荣成阴道26卷，戊成子阴道36卷，尧舜阴道23卷，康盘庚阴道20卷，天老杂子阴道25卷，天意阴道24卷。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，三家内房有子方17卷，右房仲8家186卷。房中者，情性之极，治道之计，是以圣王治外乐，以尽内情，而谓之节文。传曰：先王之所乐，所以节百事也。乐而有节，则和平受考。及米者服故，以生疾而允性命。密系杂子道20篇，上圣杂子道26卷。PG 471，道药杂子18卷。黄帝杂子不饮12卷，黄帝齐伯按摩10卷，黄帝杂子之君18卷，黄帝杂子19家方21卷，太乙杂子15家方22卷，神农杂子记道23卷，太乙杂子黄志31卷，又神仙10家205卷。神仙者，所以保性命之真，而犹求于其外者也。聊以荡逸，平心同死生之欲，而无触涕于胸中。然而或者专以为物，则但其怪于之闻名以异多，非圣王之所以教也。孔子曰：所引行怪，后世有数焉，无不谓之矣。凡方记36家868卷，方记者皆生生之句，王官之一首也。太古有岐伯、于府，中世有扁鹊，秦和概论病以及国，元稹以知政。汉兴有仓公，今其技术谄媚，故论其书，以序方记为4种。大反书6略38种，596家13260。
9卷，入3家50篇，省兵10家。PG 472，卷31。陈胜项籍传第一。陈胜字涉，阳城人。吴广字叔，阳夏人也。胜少时长，与人拥耕，出耕之垄上，怅然甚久，曰：“苟富贵，无相忘。”庸者笑而应曰：“若未庸耕，何富贵也？”胜太息曰：“嗟乎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”秦24元年秋7月，发吕左戍于阳900人，胜、广皆未屯。常行至其大泽乡，会天大雨，道不通，渡以失其。失其伐斩。胜、广乃谋曰：“今王亦死，举大计亦死，等死，死国可乎？”胜曰：“天下苦秦久矣。吾闻2世，少子不当立，当立者乃公子扶苏。扶苏以数见故不得立，上使外将兵。今或闻无罪，2世杀之，百姓多闻其嫌，未知其死。项燕为楚江，数有功，爱士卒，楚人怜之，或以为在。今诚以无众为天下唱，宜多应者。”广以为然，乃行播。播者知其旨意，曰：“足下士皆成，有功。然足下播之鬼乎？”胜、广喜，念鬼，曰：“此教我先。危众耳。”乃丹书伯曰：“陈胜王至人所增于腹中，足买鱼，享食得书，以怪之矣。”又兼令广之次所旁从祠中，夜篝火。胡民呼曰：“大楚兴，陈胜王。”卒皆夜惊恐。旦日卒中往。王指穆胜、广。胜、广素爱人，士卒多未用。将畏罪，广故数言欲王，愤。魏令入之，以激怒其众。魏果吃广。魏见挺，广起夺而杀魏。胜佐之，并杀2魏。诏令徒属曰：“公等欲与，皆以失其当斩。”戒帝令无斩，而数死者故神6、7。且壮士不死则已，死则 PG 473。举大名耳。侯王将相，民有种乎？徒属皆曰：“尽受令。”乃诈称公子扶苏。项燕从名望也。罕又称大楚。魏谈而盟，既以魏守。胜自立魏将军，广为东魏。攻大泽乡，拔之。收兵，而攻其下。乃令扶黎人葛应将兵训其以东，攻至赞浦、浙、侨皆下之。行收兵，比至陈，兵车6、700乘，其1000余，卒数万人。攻陈，陈守令皆不在，独守城与战桥门中。不生，守城死，乃入据陈。数日，号召3老豪杰会计事。皆曰：“将军身被监执锐，伐吴道诸暴秦，复立楚之社稷，攻夷魏王。”胜乃立魏王，号张楚。于是诸郡县苦秦力暴，皆杀其常立将。以应胜。乃以广为大王，兼诸江以西及荥阳。令陈人武臣张耳陈于训赵，汝阴人邓宗训9将军。当此时，楚兵数千人魏。惧者不可胜数。葛应至东城，立襄强为楚王。后闻胜以立，因杀襄强，还报至陈。胜杀因，令魏人周氏北训魏帝。广为荥阳，李犹魏。三川守荥阳，广不能下。胜征国之豪杰与计，以上蔡人防军。蔡赐魏上柱国。周文，陈贤人也，常为项燕军是日，是春申军，自言习兵。胜与之将军应，西及秦。行收兵至关，车天城，卒10万，至系军焉。秦令少府张邯免离山图，人奴产子，西发以及楚军，大败之。周文走出关，只屯曹阳。2月余，张邯追败之，复走闽。10余日，张邯急，大破之。周文自警，军遂不战。武臣至邯郸，自立魏赵王，陈于魏大将军。张耳赵骚魏。
左右丞相，盛怒，捕系武臣等家事，欲诛之。柱国曰：秦魏王而诛赵王将相家属，此生一秦，不如应立之。盛乃遣使者贺赵而喜系武臣等家属宫中，而封张儿子敖为成都军，去赵。兵即入关，赵王将相与谋曰：王赵非楚义也。楚以诛秦，必加兵于赵。既没入吴西兵，使北训燕地以自广。赵南 PG 474，据大河北有燕。楚虽胜秦，不敢制赵，若不生秦，必重。赵成秦，楚之弊，可以得志于天下。赵王以为然，因不西兵，而遣故上古族使韩广将兵北训燕。燕地贵人豪杰谓韩广曰：楚、赵皆以立王，燕虽小，亦万乘之国也，愿将军立位。王韩广曰：广母在赵，不可。燕人曰：赵方西忧秦，南忧楚，其力不能尽我。且以楚之强，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。今赵独安敢害将军家乎？韩广以为然，乃自立为燕王。居数月，赵奉燕王母家属归之。是时诸将训地者不可胜数。周氏北制敌人田单杀敌，令自立为齐王。反击周氏，士军散，还至魏地，立魏后固宁。临军就位魏王，就在圣所不得之位。魏地已定，欲立周氏为王，氏不肯。时者无反，甚乃立宁陵君为魏王，遣之国。周氏、魏襄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：周张军已破，秦兵且至，我守荥阳城不能下，秦军至必大败，不如少遣兵，足以守荥阳。昔金兵迎秦军，今驾王骄不知兵权，不可与计，非诛之，是恐败。因相与角成王令以诛吴广，献其首于盛。盛使赐田臧，楚令尹应，使为上将。田臧乃使诸将李圭等守荥阳城，自以京。兵西迎秦军于敖仓，于战，田臧死，军破。章邯进击李圭等营，阳夏破之，李圭死。阳城人邓说将兵居坛，章邯别将击破之。邓说走陈，智人武冯将兵居许，章邯击破之。武冯亦走陈。胜朱邓说，胜出历时，邻人秦家，智人董谢，扶黎人朱基时，取绿人。正部徐人丁吉等皆特起，将兵为东海守于坛。胜闻，乃使武平军叛魏将军，兼坛下军。秦家自立为大司马鄂蜀人，告军。立曰：武平君年少，不知兵事，勿听。因矫以亡命杀武平。军叛，章邯以破武冯，及陈柱国防军死。章邯又进击陈西张贺。PG 475，军胜出临战，军破，张贺死。腊月，胜至汝阴，还至下城父，其欲装甲杀胜以降秦。臧是曰尹王。胜故捐人将军吕成为仓头军，起新阳攻陈。夏之，杀装甲，复以陈为楚。初，胜令智人宋刘将兵定南阳，入武关。刘以训南阳，闻胜死，南阳复魏秦。宋刘不能入武关，乃东至新蔡，遇秦军。宋刘以军将秦，秦传刘至咸阳，车列刘以训。秦家等闻胜军败，乃立景居为楚王，引兵之方于欲击秦。军既阴下，使公孙庆使齐王，欲与并立俱进。齐王曰：陈王战败，未知其死生，楚安得不请而立王？公孙庆曰：其不请楚而立王，楚何故请齐而立王？且楚守势，当令于天下。田单杀公孙庆，秦左右校父功臣，下之。吕将军走，剿兵复拒。
于藩道因不相遇，攻击秦左右校，破之清波，复以陈魏楚。会项梁立怀王孙兴魏楚王。陈胜王凡6月，初魏王，其故人常与庸耕者闻之，乃知臣。后公闻曰：吾欲建设。公闻令欲服之，自变数，乃至部，肯未通。胜出遮道而呼射，乃召见，载与归。入宫见殿屋，为帐，客曰：火射之谓王臣神者。楚人未多为火故天，下传之火射魏王，由臣射使。客出入寓意发书，言胜故秦。或言客于无知，专妄言轻微。胜斩之，诸故人皆自隐去，由是无轻胜者。以诸防卫中正，故武未思过主司群臣。诸将训帝至，令之不是者，系而罪之。以苛察魏中，其所不善者，不下吏则自治。圣信用之，诸将以故不轻负，此其所以败也。圣虽已死，其所至遣侯王将相敬亡秦。高祖时魏胜至守冢，余当至今血食。王莽败，乃绝。项籍自与下乡人也。初起，年24，其继父梁父，及楚名将项燕者也。家世楚江，封于项，故姓项氏。PG 476。及少时，学书不成，去；学剑又不成，去。梁怒之，即曰：书足记姓名而已，见一人敌不足学万人敌耳。余是梁其意，乃教以兵法。及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进。梁常有立阳代，请其御苑曹旧书砥砺阳御史司马欣，以故事皆矣。梁常杀人，与疾必仇吴中。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，没有大由。一及丧，梁常主办，因以兵法布勒宾克子弟，以知其能。秦始皇帝东游会稽，渡浙江，梁与疾观。疾曰：彼可取而代也。梁掩其口，曰：吾妄言足矣。梁以此其疾。疾长8尺2寸，力扛鼎，才气过人。吴中子弟皆旦疾。秦2世元年，陈胜起。9月，会稽驾守通宿贤良，乃诏语。既是，良曰：方今江西皆反秦，此亦天王秦时也。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。首叹曰：闻夫子楚江世家为足下耳。良曰：吾有其事还楚，王在泽中，人莫知其楚，独疾知之。良乃借疾持剑居外室。梁复入，于守语曰：请召疾，使受令。赵恒楚，疾人。梁唤疾曰：可行矣。疾遂拔剑及斩首。梁持首头，佩疾应受。门下惊扰，疾所击杀数十百人，府中皆折服，莫敢复起。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力，欲以所谓，遂举吴中。兵使人收下县，得精兵8000人，部属豪杰为校尉、后、司马。有一人不得官，自言。梁曰：某时某丧，使公主某事不能办，以故不任公。众乃皆服。梁为会稽将，即为皮将，训下县。秦2年，广陵人赵平为陈胜训广陵，未下。闻陈胜败走，秦将章邯且至，乃渡江剿陈王令，拜梁为楚上柱国，曰江东已定，即引兵西击秦。梁乃以8000人渡江而西。闻陈因矣，下东阳，使与联合拒西。陈因者，故东阳令史居县宿。姓魏长者。东阳少年杀其令，相聚数千人，欲立长，无事用。乃请陈因。因谢不能，遂强立之。县中从之者得2万人。欲立 PG 477。因魏王，义军仓头特起。因母谓因曰：自吾乃家父文先，故未曾贵。
今报得大名不详，不如有所属，是诚由得封侯是。败役已亡，非是所指名也。因乃不敢为王，谓其君立曰：项氏世事将家，有功于楚，今欲举大事，非将其人不可。我以民族，亡秦必矣。其众从之，乃以其兵属梁。梁渡淮，因部蒲将军亦以其兵属焉。防6、7万人，军下邳。是时，秦家以立景居为楚王，君彭城东欲以拒梁。梁谓：君立曰：成王守势，战不利，未闻所在。今秦家被成王立景，居大逆王道，乃引兵击秦家，家军败走，追至胡陵。家还战1日，家死军将，景居走死梁地。梁以并秦家军，军胡陵，将引而西。章邯致力，梁使别将朱姬时于樊军与战，于樊军死，朱姬时败，王走胡陵。梁乃引兵入薛诛朱姬时。梁遣使与别攻襄城，襄城坚守不下，以拔皆坑之，还报梁文成王。病死，召诸别将会薛济事。时沛公亦从沛往。居朝人范增年70，素好奇计，往说梁曰：陈胜败故当。夫秦灭6国，楚罪王罪，自怀王入秦不反，楚人怜之至今，故难以称曰楚虽3户，亡秦必楚。今陈胜守势，不利楚后，其事不长。今军起江东，楚风起之将皆征复军者，以军事楚，将未能复立楚之后也。于是梁乃求楚怀王孙兴，在民间位人牧羊，立以为楚怀王，从名望也。陈因为上柱国，封武县，与怀王都须台。梁自号武信君，引兵攻抗父。初，章邯计杀齐王田单于临淄，田驾父自以为齐王。班地戎走保东阿，章邯追围之。梁引兵救东阿，大破秦军东阿。田戎即引兵归，逐王甲，甲王走楚，襄田角王走赵。角地忙故，将居赵不敢归。田戎立单子是为齐王。梁己破东阿下军，遂追秦军，数十使去骑兵拒西。戎曰：楚杀田驾，赵杀田角。田忙，乃发兵。梁曰：田驾与国之王，穷来归我，不忍杀。PG 478。赵亦不杀角，忙以示于齐。齐遂不肯发兵助楚。然时与沛攻别攻城阳，屠之。西破秦军濮阳东，秦兵收入濮阳。沛攻，与攻定陶，定陶未下，去西略地至雍丘，大破秦军，斩李由。还攻外黄，外黄未下。梁起东阿，比至定陶，再破秦军，余等又斩李由，亦侵秦。有骄色。宋义谏曰：战胜而将骄卒堕者败。今少堕矣，秦兵日益，臣为君谓之。梁不听，乃使宋义于齐。报欲其使者高。临军显曰：公将见武信君乎？曰：然。亦曰：臣论武信君，君必败。公徐行则免，急行则急获。秦果西起兵役。章邯夜衔枚及楚，大破之定陶，梁死。沛公与去外黄，攻。陈留坚守不下。沛公与项羽谋曰：今梁军败，士卒恐，乃与吕臣俱引兵而东。吕臣军彭城东，与军彭城西。沛公军荡。章邯以破梁军，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，乃渡河北击赵大，获之。当此之时，赵西亡。陈于魏将张耳魏襄，走入巨鹿城。秦将王离涉咸为巨鹿，章邯军其南，筑甬道而输之粟。陈于将卒数万人军巨鹿北，所谓河北军也。宋义所欲其使者高陵君显见楚怀王曰：宋义论武信君必败，数日果败。
君未战先见败征，可谓之兵矣。王赵宋义与季氏而说之，因以为上将军。与为鲁公魏次将范增魏末将诸别将皆属，号亲子冠军。北救赵至安阳，留不尽。秦3年，与魏宋义约：今秦军为巨鹿，即引兵渡河，处及其外。赵应其内，破秦国必矣。宋义曰：不然，夫伯牛之盟不可，以破师。今秦攻赵战胜，则兵罢，我乘其弊；不胜，则我引兵。古行而西，必举秦矣。故不如先斗秦赵。夫及亲锐，我不如。公作运筹策，公不如我。因下令军中曰：猛如虎，狠如羊，贪如狼，强不可令者皆斩。遣其子相齐，申宋之吴。PG 479。言饮酒高会，天寒大雨，士卒动机。语曰：将戮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。今遂积民贫，卒食半熟，均无见粮，乃饮酒高会。不引兵渡河，因赵时，与并立及秦，乃约成其弊。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，其势必举赵。赵举秦强，何必之成？且国兵心破，王坐不安席，扫境内而属将军，国家安危在此一举。今不恤士卒而徇私，非社稷之臣也。与陈朝上将军宋义及其帐中斩一头，出令军中曰：宋义与其谋反楚，楚王因令疾诛之。诸将折服，莫敢之无。皆曰：首立楚者，将军家也。今将军诛乱，乃相与共立与威驾上将军，使人追宋义子及知其，杀之。使还楚报命于王。王因使立与魏上将军，予以杀亲子冠军，威震楚国，名闻诸侯。乃遣当阳军蒲将军将卒2万人渡河救巨鹿，战少力，陈余复请兵，余乃西引兵渡河，以渡皆战船，破府赠，烧庐舍，持3日粮，是事毕。死无还心。于是至则为王离，与秦军欲久战，决勇道大，破之，杀苏角，虏王离，涉嫌不降，自烧杀。当世时，楚兵冠诸侯军救巨鹿者10余臂，莫敢纵兵。及楚及秦诸侯皆从壁上观。楚战士无不忆当时，呼声动天地。诸侯军人坠恐。于是楚以破秦军，与见诸侯将入辕门，西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与由是使谓诸侯上将军，兵皆属焉。章邯军及元与军张南相持未战。秦军数却，20使人让章邯。章邯恐，使长史兴请事，至咸阳，留司马门3日。赵高不见，有不幸之心。长史兴恐，还走不敢出故道。赵高果，使人追之不及。兴至军报曰：是王可畏者。相国赵高专，国主断，今战而胜，高即无功，不生不免于死。愿将军熟记之。陈余亦疑章邯书曰：白起为秦将，南并爱尹，北坑马服，攻城略地，不可胜计，而卒赐死。蒙恬为秦将，北逐戎人，开于中地数千里，进斩扬州。何者？功多，秦不能封。因 PG 480，以法诛之。今将军为秦将3岁矣，所亡师以10万数，而诸侯并起自益多。比赵高素于日久，今事急，亦恐2世诛之，故欲矣。法诛将军以色责，使人更待以脱其祸。将军居外久，多内戏。有功一诛，王功一诛，且天之亡秦，无余志皆知之。今将军内不能直谏，外为亡国将，孤立而欲长存，岂不哀哉？将军何不
还宾与诸侯未从，南面称孤，属与申府府职，妻子未禄乎？章邯狐疑，因使后使成使与豫曰：曰未成，与使仆将军引兵渡三户，军张南与秦战，再破之。与西引兵及秦军乌水上，大破之。韩使见与豫曰：与赵军力谋曰：粮少，欲听其。曰：军力皆曰善。余乃与蒙环水南阴虚上，以蒙张韩见与流涕，谓言赵高。余乃立章邯为雍王至军中，使长史、兴卫上将，将秦军行前。汉元年，与将诸侯兵30余万，行略地至河南，遂西到新安。一时诸侯立足摇役屯戍过秦中，秦中遇之多王壮及秦军。将诸侯立足乘胜奴虏使之，轻者辱秦立足。立足多窃言，曰：张将军等诈吾蜀将诸侯，今能入关破秦，大善极不能。诸侯虏吾蜀而东，秦又尽诛吾父母妻子。诸将为闻其计，以告与。余乃召英部仆将军计曰：秦立足上众，其心不服。至官不听，事必为。不如及之，独与章邯、长史兴都未易入秦。于是夜即坑秦军20余万人，至函谷关，有兵守不得入。闻沛公以图咸阳，与大怒，使当阳军急关。与遂入，至系西鸿门，闻沛公欲亡关中，独有秦府库珍宝。亚父范增亦大怒，劝与及沛公。想是旦日合战，与继父项伯素善张良。良时从沛公，项伯夜以与良。良与俱见，沛公因伯自解于羽。明日，沛公从100余骑至鸿门谢羽自陈。封秦府库，还军霸上以待大王，闭关以备他道，不敢备的。羽亦既解，范增欲害沛公，赖张良，樊哙的免。羽在高济 PG 481。后数日，羽乃屠咸阳，杀秦将王子婴，烧其宫室，火3月无灭，收其宝货，掠妇女而东。秦民失望。于是韩生说羽曰：关中阻山带河，4塞之地，肥饶可都以帛。羽见秦宫室，皆以烧残，又怀思东归，曰：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锦夜行。韩生曰：人为楚人目吼而冠，果然。羽闻之，斩韩生。初，怀王与诸将曰：先入关者亡其地。羽既备曰：时人至，命于怀王。怀王曰：如曰。羽乃曰：怀王者，无家无姓，君所立耳，非有功伐，何以得专主？曰：天下初发难，驾立诸侯，后以伐秦。然身披坚执锐守势，铺路于野3年，灭秦定天下者，皆将相诸君与其立也。怀王王公，故当分其地王之。诸将皆曰善。羽乃佯尊怀王为义帝，曰：古之王者，地方迁礼，必居上游。喜之长沙都称，乃分天下以王诸侯。羽与范增疑沛公，便以讲解，又恶备曰：恐诸侯叛之，因谋曰：八蜀道险，秦之千民皆居之。乃曰：八蜀邑，关中地。故立沛公为汉王，王巴蜀汉中，而参分关中。王秦将将以据塞汉道，乃立章邯为雍王。王咸阳以西，长史司马兴故立杨玉立，常有的余粮。都尉董翳本劝章邯将，故帝兴为塞王。王咸阳以东至河。帝亦为翟王，王上郡，喜魏王，报为西魏王，王河东。辖丘公申阳者，张耳必臣也，先下河南。营楚可上，帝阳为河南王。赵将司马昂定河内，数有功。立昂为殷王，王河内。喜赵王歇王代。
赵襄张耳素贤，又从入关，立为常山王，王赵地。邦阳君因部为楚江长冠军，吏部为九江王。藩君吴芮率百越左诸侯，从入关，立芮为衡山王。义帝助国共敖将兵及南郡，公多因立为临江王。喜燕王韩广为辽东王。燕将臧荼从楚救赵，因从入关，立荼为燕王。喜齐王田是为胶东王。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入关，立都为齐王。故秦所灭齐王见孙田安与方渡河救赵，安下蓟北数城，引兵降禹。PG 482，立安为蓟北王。田荣者备粮不肯助楚及秦，以故不得封。臣于弃将应去，不从入关。然素闻其贤，有功于赵，闻其在南皮，故因还封之3县。藩军将梅宣公多，故封10万户侯。禹自立为西楚国王，王梁楚地9郡都彭城。诸侯各救国。田荣闻于喜齐王是胶东，而立田都为齐王，大怒不肯遣。是之胶东因以齐反，迎及都走楚，是谓禹乃王之胶东。救国，荣怒追杀之即墨，自立为齐王。与彭越将军应令反，梁帝越乃即杀蓟北王田安。田荣遂并王3齐之地。时汉王还定3秦。禹闻汉并关中，且东齐梁叛之，大怒，乃以故吴。令郑昌为韩王以拒汉，令萧公角等及彭越。越拜萧公角等。张良训韩，夷夏王书曰：汉王失职，欲得关中，如约即止，不敢东。又以齐梁反书以禹，禹以此故无西邑，而北及齐。征兵9江王不称及不行，使将数千人往。2年，禹因19江王不杀义帝。臣于使张同下说齐王。荣曰：项王为天下载不平，今晋王故亡于丑地而亡群。臣诸将善地，逐其故主赵王，乃北居代，禹以为不可。闻大王起兵，且不听不义，愿大王资于兵，使及常山，以复赵王，请以国为汉必。齐王许之，因遣兵往。臣于西3县兵，与其并，立及常山，大破之。张耳走归汉。臣于营故赵王歇反之赵王因立于魏代王。禹至城阳，田荣亦将兵会战，荣不生，走至平原民杀之。禹遂北烧夷其城郭室屋，皆坑将卒，细虏老弱妇女，训其至北海，所过残灭。其人相聚而叛之。于是田荣帝恒收得王卒数万人，反城阳。禹因留连战未能下。汉王解5诸侯兵，反56万人，东伐楚。禹闻之，即令诸将及齐，而自以精兵3万人南从鲁出胡陵。汉王皆以破古城，收其货禄每人日至9高会。禹乃从萧城及汉军而东，至彭城。日中大破汉军，汉军皆走，破之谷泗水。汉军皆南走山。PG 483，楚又追及至临辟东辉水上，汉军却为楚所击，多杀。汉卒10余万皆入辉水，辉水未不流。汉王乃与数十骑遁去。禹在高冀太公吕后兼求汉王，反遇楚军。楚军与归，与长治军中。汉王稍收散卒，萧何一发关中卒，西益荥阳，战津所歼。败楚，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。汉军荥阳，筑甬道，取敖仓时。3年，禹数即绝汉甬道。汉王时伐，请和割荥阳以西魏。汉禹欲听之，溧阳侯范增曰：汉意于耳，今不取，后必悔之。
禹乃征为荥阳。汉王患之，乃与陈平金4万金以兼楚军。禹在陈平传，项羽以故疑范增稍夺之权。范增怒曰：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谓之，愿赐骸骨归。行未至彭城，居发被死。于是汉将纪信诈为汉王出将，以狂楚军，故汉王的。禹数时其从西门出，令周科聪公为抱守荥阳。汉王西入关，收兵，还出晚夜间与九江王秦步行收兵。禹闻之，即引兵南。汉王坚壁不与战。是时彭越、杜辉与项生、薛公战不赔，杀薛公。禹乃东，及彭越。汉王亦引兵北军成高。禹以破走彭越，以兵西下荥阳。成亨周科杀聪公，鲁韩王信进围成高。汉王跳独与腾，攻得出，北渡河至修武，从张耳。韩信、楚遂拔成高。汉王得韩信军，刘祉使卢绾、刘贾渡白马金入楚地，左彭越共击。破楚军燕郭西，烧其积聚，攻下梁地10余城。禹闻之，谓海春、侯大司马曹咎曰：谨守成高。及汉欲挑战，胜无与战，勿令。得东而已。我15日必定梁地，复从将军。于是引兵东。4年，禹及陈留、外黄不下。数日将，禹西令男子。年15以上邑城东，欲坑之。外黄令舍人而年13，往说禹曰：彭越强劫外黄，外黄恐，故且将待大王。大王至，又皆坑之，百姓其有所归心哉？从此以东，梁地10余城皆恐，莫肯下矣。禹然其言，乃设外黄当坑者。而东至辉阳，闻之皆争。PG 484。夏，汉果数条楚军战，楚军不出，使人入之5、6日，大司马怒，渡兵泗水，卒半渡，汉急，大破之，尽得楚国金玉货禄。大司马就常使心皆自锦泗水上。就故其欲愿，心故塞王禹。信任之。禹至辉阳，闻就等破，则引兵还。汉军方为钟离没。于荥阳东，禹军至，汉军未楚，尽走险阻。禹一军广武相守，乃谓高祖至太公其上，告汉王曰：今不及下，无亨太公。汉王曰：吾禹若据北面，受命怀王，曰为兄弟，吾翁及汝翁。必欲亨乃翁，幸分我一杯羹。禹怒，欲杀之。项伯曰：天下事未可知，且为天下者不顾家，虽杀之无益，但亦怨耳。禹从之，乃使人谓汉王曰：天下汹汹，徒以吾2人，愿与王挑战，决雌雄，吾图霸天下父子位也。汉王笑谢曰：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。禹令壮士出挑战。汉有善骑射曰楼烦，楚挑战3合，楼烦则射杀之。禹大怒，自备甲持戟挑战。楼烦欲射，禹嗔目斥之。楼烦目不能视，手不能发，走还入壁部，敢复出。汉王使监问之，乃禹也。汉王大惊。于是禹与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。汉王数禹10罪。禹在高祭，禹怒，伏弩，射伤汉王。汉王入成高。彭越数反梁地，绝楚粮食，又韩信破齐，且欲击楚。禹使从兄子向他为大将，龙给为皮将，救齐。韩信破杀龙，且追至城阳，虏齐王广。信遂自立为齐王。禹闻之，恐，15射。往说信。禹在信传。汉关中兵一出，时多，禹兵时少。汉王使侯公说禹。禹乃与汉王曰：中分天下，割鸿沟而西者为汉，东者为楚归。
汉王父母妻子，以曰于解而东。5年，汉王进兵追禹至固陵，复为禹所败。汉王用张良，即至其王信、建成侯彭越兵及刘贾入楚地为寿春。大 PG 485。司马周因叛楚，举9将兵随刘贾，迎秦部与齐、梁诸侯皆大会，禹必垓下军少时尽。汉率诸侯兵为之数众。禹夜闻汉军，四面皆楚歌，乃应曰：汉皆以得楚乎？是何楚人多也？起营帐中，有美人姓于氏，常信从。骏马名追，常骑，乃悲歌康。海自谓歌诗曰：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追不是。追不是兮可奈何？于兮奈若何？歌数曲，美人和之。禹泣下，数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。于是禹遂上马，系下其从者800余人，夜直溃为南出池。平明，汉军乃决之，令其将灌婴以5000骑追禹。禹渡淮，其能熟者100余人。禹至阴陵，迷失道，问一田父，田父给曰左。左乃现大泽中，以故汉追及之。禹复引而东，至东城，乃有28骑，追者数千。禹自度不得脱，谓其骑曰：吾起兵至，今8岁矣，身70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及者服，未尝败北。遂我有天下，然今卒困于此，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。今日故决，死，愿为诸军快战，必3胜，斩将爱其，乃后死，使诸军之。吾非用兵罪，天亡我也。于是引其骑因四颓山而未还城外相。汉骑为之数众。禹谓其骑曰：吾为攻取彼一江，令四面骑。池下其山东为3楚。于是禹大呼池下，汉军皆披靡，遂杀汉一江。是时杨喜为郎骑追禹，禹还斥之，喜人马具精辟亦数里，与其骑会3楚。汉军不知禹所居，分军为3，复围之。禹乃持复斩汉义都尉，杀数十百人。复据其骑，往2骑，乃谓其曰：何如？其皆服曰：如大王言。于是禹遂引东，欲渡乌江。乌江亭常以传代，谓禹曰：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众数十万，亦足往也。愿大王即渡。今独臣有传，汉军至，王已渡。禹笑曰：乃天亡我，何渡？谓且即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而西。今王一人还纵江东父兄。PG 486。怜而亡我，我何面目见之哉？纵彼不言，即独不愧于心乎？魏廷常曰：吾之功长者也，吾骑此马5岁，所当无敌，长1日千里，无不忍杀以赐功。乃令其皆去马，不使短兵接战。禹独所杀汉军数百人，禹亦被10余创。故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：若非无故人乎？马童面之，指王亦曰：此项王也。禹乃曰：吾闻汉购我头千金，亿万户，无为功德。乃自尽。王亦取其头，乱相柔道争与相杀者数十人。最后杨喜、吕马同、郎中吕胜、杨武各的其一体，故分其地以封5人，皆位列侯。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禹于古城，诸相之属皆不诛，封相伯等4人位列侯，赐姓刘氏。赞曰：袭甲生之过秦曰：秦孝公据尧、韩之故，永雍州之地，君臣守而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瓜四海，并吞荒之心。当世时也。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之，修守战之备，外连横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孝公季梅，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一侧南举汉中，西举巴属东哥高于之地，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谋而谋若秦，不爱珍器重保肥饶之地，以治天下之事。何从地交，相与未一。当此之时，其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贤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重士，曰从黎衡、兼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魏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是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魏之谋，其名周醉、陈轸、赵华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。吴起、孙膑、戴哈、梁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朋治其兵，常以10倍之地100万之军，养官而攻秦。秦人开关严敌，9国之师遁寻而不敢进。秦吴王使夷族之废，而天下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败。PG 487，征割地而戮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，追王逐北，伏尸100万，流却票虏，因利成变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。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诗集孝文，庄襄王，享国之日浅，国家王室。及至始皇，奋6世之余烈，镇长策而御宇内，吞2州而亡。诸侯屡至尊而至6合，直敲扑以鞭笞天下，威震4海。南去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。百越之君俯首系颈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